俗语讲了，好。在写呢，大片里长是月老在世，写我知唔知？红包包甲手软，哇！伊甲写安尼，敢袂伤含？安尼人会。哎呦，这都属实啦！咱大片你就是因为你这个里长偌出名，你知无？啊，你讲看，哦，佮有足侪迄新婚的阿某啊，送这水果来呢。哦，要谢你，咧食拢食袂完呢。什么谢我？对，水果谢我？谢你啦。你嘛足辛苦安尼。啊，无啦，安尼。哎，我带着你算我算讲哦。安怎嘿？这只面顶有片啊。这有烧好香啦。做工有保庇啊，带着你我真正。我安尼钱安尼包安尼开吼，你也无讲半句话啊！我感觉带着你真正是顶世人烧好香。你敢知？咱你个喷汤，咱兜毋捌倒喷呢。是安怎？逐工饭菜拢无剩啊。无，这应该啊。拢互你撇了了。无啦，爱食了啊！哎呦，安怎？哎呦，兄弟啦，来了，先上来，我先上来。人来了，安尼啊，搞安尼啊。恁三即摆是啥物情形啊？无啦，里长啊，你看你拢甲人斗相共啊，大家拢有找着另外一半，看迄查甫的找着女朋友啊，娶某的娶某啊，找着好翁啊，相相对对。里长嘛是遐幸福美满。是你里长嘛，我阿妈。里长嘛，啊，对啊，里长嘛，系啦，啊里长伯嘛，里长妈。阮三个大概看你交。你甲你长嘛感情才好，真正足亲善的啦！你嘛甲我介绍一个哦。对啦，牵线一个嘛。啦，这条玩乐的啦。啊，无安尼好啊！我看你真忝哦。啊，无来。来，领奖代志吼。来，我帮你斗相共。安尼啊，有啥物所在需要加强的？啊，袂歹。安尼会使啦，这人头，袂歹啦，真好，这人头。毋是讲我无爱甲恁介绍，婚姻这种代志啊，这毋是讲干来讲介绍就有啊。这款的我讲，恁伫我遮做工课做到即满啦。是啊，捌的，也毋捌听讲查某囡仔来找恁，也毋捌看恁讲找查某囡仔来，我看拢无啊。啊，再娶某，要娶这款的这可缘分哦，恁三个是要娶某？你有听无？这卡带。缘分，你有听无？缘分，来，缘分啦！我听有啦，你长。你即马安尼是咧创啥话啊？无啦，你斗相共的啦。你迄坐较出来无？会啦。我袂即过，你知毋知啊？我你安尼就无意思。我想。我里长啦，我今仔日风评的真好，就是我这人无咧接受人的乌西，你也了解，甲人做坏人，对不对？我唔啦，我莫讲人摕坏人钱，我不但无摕无代，我去包钱，就准用退回我嘛甘愿，对不对？这红包我无咧收啦。哎呦，恁三个吼是安尼，人来就好啊，佮搞咧数。我一定来啊！唔免拿东西啦吼。唔免啦，行啦，来试看卖，真很啦。来啦，试看卖。恁两位敢若毋是，阮是。对，阮是代志是安尼，阮是隔壁里的啦。啊，看报纸知影里长你平常时是好人好事的代表，啊嘛是足厉害的元老，啊所以想要拜托你牵一个线啦。啊，做囡仔。是元老，是元老。元老。嘿，我元老，月下老人。元老。做媒人呢？嘿。安尼好。来，你看，两位小姐若是无去啊，这三位拢是我这本地这志工，吼，大家拢真好，而且目前拢是独身的，吼，看恁有啥物看介意的吼，还是啥物款条件，讲出来看会下的呀。阿哥，你感觉这三个生做安怎？你敢有介意？唔免啦，真正唔免吗？你看卖，真正呢？青绿色的，青绿色的，青色，绿色的。你刚才我来看穿绿色。无啦，你讲我啦，穿绿色的。无
无啦，人因咧讲说啥话，你哪有可能有听到啦？无可能啊！哦，这是安尼啦，三个人看起来是拢袂歹啦，吼，而且拢真认真。吼，安尼恁就想讲要经一个，该看一下线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查甫人上界要紧就是体力。查甫人，咱查甫人的腰，是咱查甫人的根本。是，你要了解，腰力若好，就是查某人的幸福。就是讲咩？无诶，历史传说。哎呦，你哪安尼啦？甲咱阿母的暗时咧耍的拢提出来安尼。你是较大好啊！是啦，哎呦，哇，你是要跳钢管啊？嘿，你若知，暗时阮某拢跳钢管是油啦，这是油无多啦。是啦，讲嘿，我甲你讲，诶，腰然后都压甲上级咧，是。哎呦，就看伊腰力动了有久无久啊？哈，好嘞，一个来来，music。袂使弄着棍哦，哎哦，我来讲，倒定你干嘛？不简单吧？哦，哎，来，过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哦，哦，我是谁去拍嘞？我出来了，我这里啊，我出来了，我这里啊，你面拢红诶，你唱到，歹势吼，我这腰无较好咧。你去边仔徛吼，少年少，听无好呢。来，好来啊！出来，你是要行呀？水啊！来拼，啊好，别安尼，啊好，喂，不要，不要咩？来哦，食菜哦，食素哦。不要韭菜哦！好来，好哦。来，阿妈棍，告阿妈棍，好来，你告阿妈棍，来，我你，你这收好吧？这我来过吼，这收好吧？比赛结束，来，这收客啊！你迄边请啊啦，免请，哇，非常的恭喜，哎，今仔日你赢。这游乐比赛游乐上好的游成绩。特动。哎，李长，你真正足厉害的呢！无想到讲来你遮，是会使找到满意的对象呢。这是小可代志，你耶。啊，我甲你讲，这是阮阿哥的一点仔心意啦。我早班，我这。不得讲迄什么代志，是不？是，我讲，我这个理你著看报纸咧看，我是拢服务你民为目的，我无可能像你红包哦，这款代志无可能。恁若是分按将来分会当幸福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是讲你要送一个贴仔，你就送一个水果，送一个饼了，好啊嘛，无代志啊。我甲你讲啦，吼，阮翁吼都夹着钱的代志，而且足敏感的啊吼，啊无要紧啦，即摆既然安尼我怎拍死啊？行，咱来行，走。什么代志？什么代志？你是不是误会啊？啊，误会什么？这个在找翁的不是我呢，是我的阿哥啦，所以我要叫你一声高丈啦。来啦，这是你爱甲恁某的手牵好掉啦，这才是啦。你阿哥是教无讲话吼？无啦。
会我讲，即摆是有意见呀？无啦，我我知伊看个较济岁，我知影。唔是你讲我都我无食是蛋咸啊你。这个蛋咸，你这暗时个浸水较正嘛。看就我大汉的，我安尼出我来。好大志坐金交椅，你是毋捌听伊哦啦？我不管啦，你红包，你结婚到30年，你不什么红包？结婚到30年要红包啊！我就无爱，我爱红包啊！来替我。你安尼我是报警察啦，我暂时甲你收红包啊。你是无收啦，啊，毋过你头拄咧叫讲话有无？啊，你中午就甲阮摕红包啊，对吧？有啊，三个人拢收啊，嘿啊！我都唔知讲是阿哥要找对象啊，还是伊我也知影会安尼，啊，就想讲先收起来，后盖会当用着。我今仔日名声叫你拍拍了了。你真正是我一世人的英名败在阮某家己的手底，我无会通讲。我安尼拼干安尼为了你面拼呢，你安尼讲着种做爱心，安尼这个外号安尼走出来共骗钱，所以红包收了了，哦，这个行为真正是两句俗语会当形容啦。第一句叫做寒哪加烧金，寒哪加烧对。第二句叫，你不生气？你好好讲的话，你行来这里干嘛？第二句啊，挂目镜加神事。以上李长五嘛，这个情形赞成第一句，请举手。寒哪加烧金的2个尔哈，3个。来我来刚换位来。来，恁3票，恁3票经寒哪加烧金，对，是安那经济？是安尼啦吼。啊，寒哪本来是要去拜拜嘛，啊，伊毋是去拜拜啊，伊去做别种代志，啊，惊咧烧金，惊咧做好代志。是解说迄尔，有啥物意思呢？可是这个意思啊。迄有一个故事，因为一个去爱着一个出家师傅，对，是，啊，这出家师傅嘛无修改，对，啊，就寒哪伊就甲因翁骗讲要去烧金，啊，就讲入去到庙入去献房啊。对啦。你囡仔人莫听这，吼，对，所以寒哪加烧金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好，了解。啊，恁这边经寒哪加烧金，迄边一定是经挂目镜加神事。现在讲的挂目镜加神事，有可能毋捌字，也是不读册，读无啊一个挂一个目镜，啊，代表讲我都有读册，我读较近视。是啊。问你较准，好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你讲水了，开嘛对啊？你家己解水了啊？无啊，天后讲啥，咱就爱讲啥，你知无？其实两句头碰过拢讲啊差不多啊啦。啊，伊讲寒哪加烧金，这是清朝时阵，阮台南有一个李洞仙那边吼，啊，一个太弟的，啊，伊要拢甲因讲，我要来迄个李洞宾遐烧香拜本吼，啊，伊早期清朝时阵去庙里拿金纸，搁爱纸一寡格啊。所以变做伊拢定去啊，甲因人骗讲要去啊烧香拜本，其实拢是去黑白来，就头碰着讲的。哎，所以变做李祖庙烧金哦，格啊袂去摕。因为伊早拜拜，还有金纸，还有格啊。啊，结果两个寒哪加烧金，格啊边拢无收。人个庙是想讲，那逐工拢有人格啊留伫遮爱上个啦。啊，一工两工拢定有人炸格来，拢无炸甜。啊，迄庙讲着注意看觅，是安怎逐个拜拜拢行回内底去。所以变做寒哪无心加有心，寒哪加烧金，就是讲骗东骗西安尼啦吼。啊，另外吼就是讲挂目镜加神事伫头碰过，讲啊，因为你无读册，佮惊加啊做我捌做第二安尼吼。啊，其实嘛，另外一句话叫去遮挂目镜，其实拢是啥加大班。你明明无迄种新闻，啊，佮加迄个心仔贵。啊，讲头安尼李长嘛吼。人李长是拢无共收，佮李长嘛拢用一寡理由，啊，其实红包拢一落咧，所以变做共骗。所以应该若这样看起来，应该是寒哪加烧金。这边对哦。对啊，对。对无？无简单呢，厉害呢！寒哪加烧金，你解说者？对啊，就是安尼。怕讲咧。